歡迎嚟到實務技能培訓及評估中心。考生到達評估中心後，中心職員會安排考生進入指定等候室。評估中心設有多間等候室。考生需向中心職員出示香港身份證或護照登記，中心職員會派發號碼牌同准考證俾考生。進入考場後，評估員會簡單介紹場地設施。培育員考題包括沖奶及餵奶、洗面換片同埋沐浴。限時屆滿後，考生必須停止操作。評估中心會喺10個工作天內將評估結果通知考生所屬嘅培訓機構。